西班牙格拉纳达省拜五都发生规模5点控的地震，昨又搁再摇3届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，也造成上无3个人受伤。这专家是警告讲，当地即马当时地震活动期间，未来这几礼拜拢可能会搁再地震。 消防车赶要去救灾，大量的建筑物外观已经明显毁损。西班牙南部上大的驻地区安达罗西亚内底格拉纳达省18透早大约10点半一直到11点半左右，连续发生规模4.8、4.0，也有4.3的地震。互拄啊伫15经历5.0地震的民众咧话讲，袂输是世界要灭亡。Todo se va a acabar el mundo, no sé qué es lo que está pasando, pero esto es tiemblo, tiembla y tiembla y tiembla, temblores y temblores, más fuerte que la otra vez. 格拉纳达省18发生3件地震，是当地15所发生的5.0大地震的地震尾，也是超过350件地震尾当中上强的3件。18发生地震了后，购物中心的货架顶悬物件拢平平落来，市区真侪大楼壁面出现裂缝，部分建筑物的外壁露台灯气放落来，大量的砖仔甲碎石仔嘛落落来路面，击着车辆。Gordo de ahora mismo.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2 metros y nada, me he puesto a correr. 为了确保游客安全，当地出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阿尼罕布拉宫暂时限制游客入场，而且进行安全的检查。格拉纳达省的政府嘛宣布，当地博物馆、行政大楼甲体育场馆暂时关起来，仅维持基层医疗中心正常运作。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指出，自15以来，这个地区就拢一直属于密集的军政序列当中，因为震源深度拢无到10公里，是极浅层的地震，体感会摇甲真大力。当局呼吁居民要保持警觉，无排除未来几天甚至几礼拜内，也佫会发生同款规模真大的地震。公新闻金冠庆编译。